大家好，我係 Supreme 嘅 Caleb， 今日咧為大家介紹由泰國10大發展商 AP 打造超親民而且寵物友善嘅低密度項目 Aspire Supreme 103。成個項目咧總共有6棟，每棟咧8層高㗎。總單位數咧係1126個單位，其中 C 棟同埋 D 棟咧屬於 pet friendly 寵物友善㗎。咁佢嘅房 type 咧房型咧包括有1房、1+1同埋2房㗎。Aspire Supreme 103咧，佢距離烏冬宿站咧大概係950米嘅距離㗎。咁其實咧呢一個盤咧，亦都位於民生社區同埋 Supermall 咧嘅中心點㗎。大家可以睇到咧喺Sinakuling嗰邊咧，你會揾到 Sequence Square 啦、Park Paradise 啦。咁去翻 Sukhumvit 嗰邊咧，你會見到最新開嘅 Cloud 11啦，大家好熟悉嘅 True Digital Park 啦，同埋亦都非常近嚟緊大家好熱切期待嘅 The Bangkok Mall。雖然呢個係低密度嘅項目，咁但係咧佢嘅公共設施咧亦都非常豐富㗎。咁除咗包括有一般嘅健身室啦、游泳池等等咧，佢對於寵物同埋業主咧亦都有相對嘅 facilities 俾佢哋㗎。咁包括有一個寵物嘅花園啦，亦都咧有一個嘅 lounge 啦，同埋 work hub 啦等等。咁呢啲完全可以配合到咧主人家同埋呢個毛孩嘅生活㗎。首先為大家介紹咧呢度嘅1房單位。B2 type 嘅，咁平數咧係30.5平方米，屬於咧其中一個 pet friendly 嘅1房嚟㗎。入到嚟呢度咧係一個非常 standardized 嘅一個開放式廚房啦，咁佢有啲嘅廚櫃啦，亦都有個格咧擺呢個嘅微波爐啦。咁呢啲咧發展商都會送埋俾你嘅。好，咁去到右手邊呢一度啦，話到明呢一個係 pet friendly 設計嘅單位啦。咁其中一個設計咧就係喺呢個廁所門嗰度咧做到一個嘅寵物傳送門俾你，咁係可以上鎖㗎。咁亦都咧方便翻你嘅毛孩咧可以進出。廁所咧除咗一般嘅 standard specification 之外咧，呢一個乾濕分離嘅分隔咧亦都會送埋俾你，同埋鏡櫃添㗎。入到嚟大廳咧，感覺咧更加 functional，因為咧除咗可以擺一張2人嘅餐台之外咧，亦都可以擺張梳化中間。咁呢個位置咧，亦都俾業主可以自由發揮，擺一張 working desk 又好，或者其他嘅裝飾物。話到明呢個係1房嘅 layout 啦，咁呢一個 partition 咧，發展商係送埋俾你㗎，咁就可以分隔咧客廳同埋睡房嘅位置。咁去到睡房呢一度咧，位置咧非常充裕，可以擺到張 queen size bed。咁斜對面嘅位置咧，亦都可以擺到個 closet 㗎。睡房呢個位置咧，隔離咧就係個露台位置啦。咁有一個專屬你自己露台位置咧，除咗可以擺洗衣機之外咧，有時如果你想出去唞下啲新鮮空氣咧，亦都好適合㗎。另一個為大家介紹嘅示範單位咧，都係1房，咁尺數咧係30.5平方米㗎。咁咧呢一個嘅積咧，亦都同頭先嗰個有啲分別㗎。一齊嚟睇下。入到嚟咧就冇咗啱啱嘅開放式廚房啦，反而咧會有更加開揚嘅感覺，因為咧直入咧就係客廳嘅部分啦。咁客廳嘅部分咧可以擺一張3人嘅 sofa 啦，咁隔離咧亦都可以擺多一張嘅2人嘅餐台㗎。其實咧廚房嘅位置咧就係喺呢個單位嘅另一邊㗎。咁入廚房之前咧，其實佢有一個非常寬闊嘅位置咧，俾你可以擺到張 working desk 啦。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崇尚 work from home 啦。咁其實咧呢個 working desk 嘅左右兩邊咧就分別係呢個單位嘅浴室同埋呢個嘅廚房啦。廚房嘅位置咧就透過呢個小通道入到嚟呢一度㗎啦。咁一般咧嘅 standardized 嘅嘢咧，發展商都會包埋俾你㗎啦。咁有一個唔同嘅位置咧，就係頭先嗰個示範單位咧，就係睡房連接露台啦。呢一個咧就係廚房連接住露台㗎啦。睡房位置咧更加寬闊㗎，咁你見到咧可以做到3邊落床之餘咧，喺隔離咧窗戶位置個設計亦都做得非常好，採光咧係採得好好㗎。咁另外咧喺床嘅隔離咧，亦都做到一個嘅 closet 嘅位置，可以俾你擺你嘅衣物。Aspire 103咧可以話非常受到年輕首購族啦，甚至乎養寵物嘅朋友仔歡迎㗎。咁非常適合買嚟投資收租咯，或者自己自住㗎。咁佢1房咧係由280萬泰銖起。咁如果想索取更多嘅詳情咧，可以聯絡我哋 Supreme 團隊。